咱来看，伫台中大道的一个立专社区，伫2000年的时阵，就成立环保志工队，200多户的居民共心推动社区改造，佮设计一台小型的风车发电机，来提供社区环保菜园的用电，希望打造一个环保也佮艺术气氛的模范社区。 摕出相片，讲社区是安怎对当年一片爬园地，变做即马健康活泼的模样。因为当初时，这个公共设施才做到一半，建商就倒去走路。居民家己解决问题，2000年时成立环保志工队，开始社区改造的大工程。社区成立环保志工队的话，这个环保对社区的生活品质非常的有提高的效率化，从7个人现在已经到了100多个人，整个影响到整个大肚区，现在都有1100多个人。 一般社区的壁若是创甲乌索索，拢是叫人来画图，用擦甲砍掉。不过这社区时代无共款，画图掠瓜，佮甲细报纸做立体模样，小解较早种甘蔗做糖的历史，佮有风力发电、甲太阳能板，提供环保菜园啊、甲休困所在用电。分类回收啊，还做环保肥皂啊，嘿。 我们1个月会出来扫地2次。我们这边早期的话就是没有自来水啊，都是用井水。是我们那边有那个700公尺深的井水，所以井水的话，你要用那个出来外面，有时候要那个洗手或是洗车子的话很不方便。所以我们社区的雨铺满街是全国唯一的第1条开始的。 社区改造若要成功，上重要就是众人爱共心。立全社区每一栋公寓的楼梯口，拢用心设计，亲像原住民地当用家己部落的图样，大户拢会当照家己的意思来发挥，嘛实在展现出在地民众对社区的认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